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说，最近我的流量很差，你们是不是不喜欢主播我了？其实做小主播也很难的，我也有一次想放弃不做小主播，因为我怕你们会取关我。谁知真取关了？我心里想了想就没有放弃了，我只想达到1000订阅。对了，最近快新年了，我做了一个活动，就是免费加好友，是不是很好？我不讲了，你们自己看看吧。订阅灭。